这次咱要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。白话字圣经伫第5页所在，其他的咱看见无？你捌听见有话讲，目睭陪目睭，喙唇指陪喙齿。若是我甲恁讲，不得甲歹对得。若有人骗你的正面会碎皮，倒面的也活落伊。有人爱过你，摕你的内衫、外衫也放互伊。有人勉强你行一里，你就甲伊行2里。对你求的，互伊；要甲你烧的，无得越走。43节。你捌听见有话讲，若听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敌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对敌恁的，就听因；困局恁的，就替因祈祷，互恁成做恁伫天里的爸囝。因为伊，互伊的日起来，照歹人甲好人，也用互恶义甲不义的人。因为恁若听从恁的，有甚物报偿？遐个抽样的，兼毋无安尼行嘛？你干那先安恁的兄弟，有甚物较赢人？外邦人兼无安尼行嘛？所以，恁得顺转，亲像恁的天父会顺转。以上，这是咱要写本堂的题目书来讲道。伊的题目是耶稣甲现代人教耶稣甲敌对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，愿感谢你的带领，愿平安经过一礼拜。愿也感谢伫主日的时阵，阮犹原有这个福气，要来敬拜你。求主你赏赐阮，逐人拢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我咱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会平安。咱伫今年中间有一个主题，就是要讲耶稣到现代人。咱已经讲到第9讲去啊。咱的疑问就是讲，耶稣是伫2000年前、2000多年前出世的，伊是新约时代的人，伊嘛是伫以色列人中间伫遐咧生活，甲咱现代人敢有啥物关系？何况咱的现代的科技遮尔进步，耶稣迄阵敢会知影噶？迄阵行路也无火车，也无即种飞行机，啥物拢无。咱即摆网络佫遐尼发达，咱人免出外，咱就逐项代志拢总会当解决，敢靠一支智慧型手机就会使啊。安尼时阵，主耶稣会当明白咱即种情形。咱人甲人的关系，哪亲像已经无去，我会当家己伫厝里住一个月拢无出外嘛无要紧。主创造咱，敢为着安尼？若是安尼时阵，咱要现代即种情形，咱要安怎去面对？咱已经有讲到几啊个即种情形伫，咱讲起讲耶稣甲罪人，耶稣甲破病的人，耶稣甲劳苦的大众，耶稣甲孤单的，耶稣甲绝望的，耶稣甲祈求的人，以及耶稣甲遐自义的人，以及甲理性的主义者。咱顶回就讲到即个理性主义者，是咱讲到甲高尼牛。高尼牛伊伫迄个所在袂当明白定头生的即种道理，因为伊用人的知识伫迄个所在要来明白。虽然做在结论就是讲，咱来知咱人是被造的，所以咱拢是软正的。咱若要理解到到灵性、到天顶的代志时，咱需要为天顶来的人甲咱讲，咱才有可能明白。就是主耶稣所甲咱启示所讲的，就正做咱的帮助。所以咱袂使用咱家己有限的这理性、的科技这等等，伫遐要解说咱的信仰。咱只有存着单纯的心，到伫主的面前，伫遐单单来相信伊，咱就要领受主互咱的即个祝福伫咧。那今日咱要进到第9课，讲对即个对敌的人，
对抗反对咱的人，咱到底要安怎？咱后回先就讲着军第一的人。若要进入到这时，我来问几啊问题。头一个是讲，咱要拄着即个对着咱的人，反抗咱的人，对咱无好即个人无？你是伫工作上，即个定义到底是啥物？伫信仰上，还是伫感情上，还是伫利益上，还是甚至你根本就毋知影理由？有人就是为着反对来反对，为着就是看你袂顺眼，就是袂顺眼。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咱加减减，咱伫咱的生活中啊，拢有碰到一寡即种的人伫咧。但遮个人，咱面对伊的时，咱头一个反应毋知是安怎。咱的反应是毋照着咱所意的，咱家己心内的欢喜甲无欢喜，咱就马上会当伫迄个所在来面对伊。但是咱毋通袂记咧，咱已经诚做基督徒，咱不再阁是老的我咧活，咱已经是新造的人啊！新造的人就要用圣经的教示来面对遮个代志。若是照安尼时，咱拢非常的清楚。人问主耶稣讲，10条内底上海重要一条是啥物？主耶稣讲就是听。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力，你听主你的上帝，然后你就听主比亲像家己，敢若一字听啦听。所以我相信，咱会相信，我面对即种敌对咱的人，咱嘛是应该听，但是咱会当做到啊袂？咱要三个来为主耶稣来学习。主耶稣伊伫出来开始传福音的时，先到伫伊的即个家乡拿撒勒去的时阵，但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30节，伫遐讲到最后的时，这个人是满心受气，华语版讲怨气满胸，好，迄规个腹肚安尼全受气，满心受气。为什么一个家乡的人，你等到你的家乡去的时阵，所面对的人，遐个人会既然会对你安尼？当然有种种的即个原因伫咧，包括主耶稣所讲是一个真理的话，人会刺插着伊的心，等等遮拢有可能。但是比如咱知道，主耶稣倒转去要传福音，头一步是应该大家拢上爱熟悉的所在，无拍算伫遐开始要传福音，就有人开始伫遐来对着伊，伫遐来反对伊，甚至佫要甲伊带到一个所在，伫遐要甲伊杀落去即个山骹内底。咱所看见，主要说嘛已经面对着即个对敌伊的人。第3年的即个3年半传福音中间的时，看见搁较侪，毋是遮个普通的百姓，遐法利赛人、遐经学士、遐撒都该人，遮个人因伫个所在一直甲试探，一直甲问一寡，伫遐伫镜仔偷偷看讲，主要说做毋着啥物无？通诚做因的一种攻击的即种目标伫咧无？那呢，连祭司长甲即个长老嘛想办法要拄起伊，伊个要最后咧审判，要定死伫十字架上个大声，就是祭司头遮个人伫话，这用即摆话语讲，就是牧师，就是遮个长老，这毋是要敬拜上帝吗？为什么咱会想要去拄掉即个耶稣？咱知是因为因无明白，主耶稣对上帝迄个所在找进来，是独生囝，是主上帝，是主耶稣，是一个救主，要来救咱的。伊毋知啥物是一个人，咱会使駁倒讲伊是上帝的囝，因为因无明白，所以伫做伫遮个事。但是咱嘛看起，因为因无明白，所以耶稣伊就面对着即种对敌伊的人。那耶稣伊安怎去面对遮个人？咱对今仔圣经在中间要三个来学习。虽然主耶稣讲的是讲，一开始就讲目睭白目睭，喙齿白喙齿，但是我甲恁讲，恁无伫甲歹指定遮个。但是遮个你若继续一直头行一里路，要伫外山内山，其实你会当甲分做是啥？是对咱一个专人的一种，咧甲咱讲的一种迫害伫咧。头一个咱看起是身躯你受到伤害，咱讲起即个用目睭、杏目睭、用白目睭、用喙齿白喙齿的心。即个当然有伊的目的，你其实是伫咱旧约中间摩西五经底下所定在一个律伫咧。你着要照安尼行，你袂使你受目睭受伤，你要共规身躯伫迄个所在来，互人受伤害。喙齿的因着行喙齿，即目的当然是为着要保护即个家己，也保护着袂阁去伤害着别人，也保护着遮个袂因为扩大伊伫迄个所在要报复。有人一手受伤，电脑去伤害着全身躯袂使安尼，一手受伤你就是一手若定安尼，有遮个意义伫咧人。但是主耶稣要甲咱讲，伊的标准毋是安尼，伊的标准是讲，咱袂使甲歹人相甲伫迄个来做对伫咧。
你颠倒爱人啊拍你的正面的时，你连你的倒面你嘛着爱互拍。伫安尼讲，若有人扇你正面的喙皮，倒面的也挖互伊，无伫较歹抵得。咱毋知要想着讲，两个人面对面的时，要扇人的正面是安怎扇？你若正日去拍的时，应该是拍着伊的倒面，毋是拍着伊的正面。所以若要扇正面时，其实是用手背伫遐所在咧拍，是安尼咧拍。迄种的手势是一种侮辱人的手势，真看无你，真甲你看无的即种侮辱你的一种拍法。耶稣甲咱讲，连即种的情形，你嘛着爱搁一面转互伊拍。目的是为虾米？因为就是意来讲，咱会当用迄个疼做出发点。即个疼是无要抵抗，啊无伫迄个所在要计较的，会疼去面对因无疼的即个人。虽然是咱的身躯受到侮辱，但是咱知咱的心灵是健康的，所以咱会使用健康的心灵来面对这个。当然，伫几啊十年前的时，咱基督教开始，基督徒开始伫社会中间，人会当知影有基督徒的时阵，因对圣经逐项大家圣经才拢毋知影，甲对这圣经才较熟悉。讲，恁基督徒毋是讲人甲你拍正面，你着来倒面，你不爱互拍，用安尼来咧欺负，用安尼来咧开玩笑，嘛有即种情形伫。但是迄阵嘛，真侪人面对的即种问题，到底我爱安怎面对？这是一个身躯的一种伤害伫咧。主要所要甲咱讲，当你若有一个疼伫你内底的时阵，你就袂计较这个，你颠倒要伫迄个所在，用你的行为去感动着对方。这是咱头一个看见，身躯若受到伤害，咱的身心灵内底第二是心。心若叫人控告的时阵，就是对你无信任的时阵。要摕你的内衫的时阵，40安尼讲，有人爱告你，摕你的内衫，告的时阵，你敢袂欠伊衫噶？无可能欠伊衫，因为一定是欠伊钱，欠伊啥物物件。但是摕内衫要创啊？摕内衫原来就是伫迄个所在要做即个保证。敢若你摕去即个饭店共款，你放伫迄个所在啊做保证，因为你无衫，你就袂当伫真安尼真正式伫遐来出现伫咧。所以你一定会去要摕你的衫，你就会还你所欠的。但是主要所甲咱讲，若有人爱告你，要摕你的内衫，你连外衫嘛互伊，可能咱就爱稍啊明白讲，伫中东因的即个风俗伫咧。因中东的时，因所谓穿外口衫的时是一领满起的，因会嘛使讲是毛毯共款。因平常时会当做外衫，但暗时时真正摕起来就是摕咧。做因的棉被伫遐盖要困，所以嘛，佫有一个圣人在伫遐讲：你若有人摕你的外衫去饭店去当的时阵，你到下用时，你都要还伊。伊无还你钱，你嘛都要甲外衫还伊，因为这是伊保伊的性命，伊要困要所使用的。这所在甲咱讲，有人有人无相信你告你，然后佫惊你毋还，所以要甲你摕外衫，你我连要甲你摕内衫，我连外衫我嘛互你啊，因为安怎？要互你知影，我是一个加倍的一种保证伫咧。我虽然受到人无信任的，但是我用安怎用信任，用一个加倍的一种保证伫迄个时来做出即个回应出来。这是对心的部分。另对灵的部分的时阵，伫遐讲到有人若要，有人勉强你行一里路，就甲伊行2里。当这是什么意思？勉强你行一里路，表示讲对你的自由意志，你根本就无爱啊。但是勉强你行，这是对你灵的一种伤害。连上帝都无要改变咱的自由意志，咱完全照咱的自由意志咧行是。但是咱竟然会去互人有即种要求伫咧，这当然甲迄阵的风俗嘛有共款，有即个关系伫咧。因罗马兵丁去烧钱倒转来的时阵，因有足侪即个圣礼品的时阵，伊会使诱假伫路边人叫伊甲斗摕物件，上远会当行1里路。到第2里路，就去找别人去行。你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，叫人揪去行安那，但是你会使讲，我也要心甘情愿来陪你行第2里路伫咧。这是一个加倍的一种服务的这种回应伫。咱看见主耶稣伫顶十字架时，派迄个十字架跋倒的时阵，迄阵即罗马兵就是凊彩揪一个人，鼓励来人西门伫迄个所在来派即个替耶稣派即十字架。伊无办法伫遐来拒绝，因为这是迄阵的一种规定伫咧。头1里路是去用勉强的，但你要安怎回应？你也回应讲，我愿意主动心甘情愿，甲你行第2里路。
比你的要求，我会当搁较增加，因为出伫我心甘情愿意安尼来做。主要说，甲咱讲，咱伫身心灵，咱拢用听来做出发点，就有可能安尼。所以咱的心态都要改变。咱要用什么心态去改变？你可能想我无办法照主要所讲，但是你的心态来改变的时，你就有可能。这心态改变时，主要说讲，有人讲你着爱哪，爱听你的厝边，然后万分你的对敌伫咧。一般人咱拢是安尼，当然对咱好，咱就听伊啊；对咱无好，咱就万分伊啊。但是主要说甲伊讲安那，讲对着恁的，恁就听伊；搁着困着恁的，就为着因祈祷。哇，这是甲咱世间人所想是完全倒变。迄个人对着我，迄个人断命反抗我，然后伫迄所在咧欺负我的，我颠倒安那爱听因。迄个困逼咱的人，咱该为着伊祈祷。这是主耶稣伊的即个教示伫咧。伊的教示伫即个所在，甲咱讲意思是因为安怎？因为咱甲人无共啊，咱是上帝的囝儿啊。上帝是安怎？上帝伊太阳出来时是照好人甲照歹人啊，雨落来时嘛是予即个好人甲歹人啊。上帝无讲即个太阳敢若照伫好人啊，歹人免照，无伊拢总一概拢共款。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安怎？爱用伊的用咱的听去听所有的人，咱是上帝的囝儿啊。所以就要用上帝囝儿的身份，咱来做无共款的即种服侍伫咧。主耶稣伊爱咱改变心态，用听做出发点。迄个甲咱对敌的，咱嘛得听伊，万分咱的为着伊祈祷。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已经是无共款，咱真正是新造的人。像主要说，毋若讲安尼，伊佫互咱一个终极目标。伫马太福音第5章的48节，底下讲，恁着顺转，亲像恁的天父顺转。法国办讲，你得要完全，你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哇，即句话非常的重的责任伫咱的心上，咱哪有可能参与白完全伫咧？所以。这个原文内底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的，这个完全会当讲是怎样，就是讲整个啦。上帝听世间人，毋是干那听迄个敬畏伊的人，伊束缚伫敬畏伊人，但是伊听所有的人。上帝日头照着歹人，嘛是照着好人，嘛照着歹人，是整个的。所以主要说爱咱的听，毋是干那听咱家己，咱听咱的人，咱去听伊啦。那你逐人拢嘛共款啊？为什么无共款？你嘛得听迄个无听你的人。主要说，互咱的即个终极目标，就是爱咱，望咱会当用上帝即种完全、即种无私的即种听，就是这阿加贝即个听，去面对所有的人，毋是干面对你以外的即个人的，来亲像上帝安尼来听世间人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到爱的真谛，这个听原文就是讲阿加贝，所以咱读了咱感觉哇，这太难，标准太悬了，无毋对，因为迄是上帝无私的听。咱若上帝若下一个目标伫迄个所在真简单达成，迄无叫做目标啊，迄咱家己凊彩努力就够啊，就是因为达未够，所以这是一个目标，这是一个终极目标，毋望咱会当去学习着。但是咱靠咱家己嘛，绝对无可能的。咱就是我靠主，才有可能得着圣神加添溃来伫咱身上，咱才有可能的。主要说伫这圣经在中间，甲咱讲到遮尔多，讲你若面对对着你的人，面对反对你的人，面对你对抗你的人，爱安怎？不管你的身心灵受伤啊，你的心态若改变就会使。佮一个目标，你都要参照天父安尼来完全啊！你毋是用你的听，用天父阿加贝听，你就有可能去做到。耶稣毋是干那嘴讲那点，耶稣伊嘛是实践者，所以咱来看伊安怎实践。咱看伊头一个，伊面对这犹太宗教的这任务，伊安怎来对付这个耶稣？咱看伊讲，耶稣互出卖是用上界亲密的这种方来做记号，就是尖喙的这种来做记号，甲出卖掉。我相信，若是你绝对非常的伤心。你若是你的好朋友，安怎来出卖你的时阵？你安怎掏心掏肺来面对伊？但是伊竟然会当来出卖你的时阵，你就知迄种的心情是偌等的疼。耶稣伊毋是一个牙签牙刀的人，伊也毋是一个暴徒的咧，伊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伊是一个温柔的人，竟然要互掠，
你看迄个字眼，就敢若是电视中间看见迄个警察咧抓迄个强盗共款，捉拿逮捕，甲抓起惊伊逃走共款安尼，佫毋拿安尼，佫甲审判，用审判过程中间。对伊非常的无礼貌的，伫配喙烂，伫用甲拍甲说明过来讲，你若是基督，你应该知影，什么人咧拍你？等等遮个，搁做一刺背，等等遮看起遮能力伫伊身上。咱看见主要说，伊所受到的是甚物？是身心灵全面的攻击，毋是干那身躯那点，伊的心、伊的灵，拢总受到即个攻击的。咱这是犹太即个宗教的人，咱看见罗马即个官府，伊安怎来面对？伊安怎对耶稣？伊鞭拍伊，伊定伊的死罪，伊伫迄个佫欺人伊，佫伫迄个甲定死伊个，最后佫伫伊的面前甲分伊的内衫，甲伊的即外衫，甲伊的唯一的财产也甲分掉去。咱看见是遮个罗马政府对耶稣嘛是安那，嘛是身心灵的一种攻击伫咧。遐个提醒，你毋是基督嘛？你会使救你家己啊！你会使对电视机顶头落来啊！这侮辱人的，毋是干那伫言语，毋是干那伫肉体，乃是到心灵去对你的身份，嘛伫迄个所在来侮辱。咱看见主耶稣伊当着的即种叫人对着前，绝对无比咱更较少。咱着伊的1/10着较无咧。但是咱若当着种情形，咱拢安怎？咱就开始心冤枉啊！到处就紧开始去讲，为着要讲家己好，就甚至甲别人的歹，佫讲较大咧，等到伫迄所做话做种真正无好的这种情形出来，咱拢定定常常啊。但是主要说面对安尼，伊安怎来面对？咱看见伊伫迄个所在恬恬无讲话，哪参像羊牵到要抬前，伫记载伫马太福音27章14节甲以赛亚书伫迄所来讲。伊无为着家己来伸冤，因为伊来的目的就是要为着世间人留伊的保费啊，要洗咱的罪啊。伊知伊是受冤枉的，伊知伊无应该是受到即种的对待，但是伊伫伊的所在来恬恬，伊无开嘴也无出声，毋那安尼，顶伫十字架顶讲7句话，头1句话就是讲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因毋知。伊若受到冤枉的时阵。普通冤枉，你就已经足急要去透过倒一种情形的场合，会当机会伫迄个所在来伸冤伫咧。更何况已经到最后去用钉伫十字架顶去，你是有官兵的人，你无为着家己来伸冤，你颠倒来赦免因。毋那安尼，甲主耶稣共款做伙钉伫十字架顶，隔壁迄个强盗，伊伫迄所在求耶稣纪念伊的时阵，耶稣接纳伊。伊对伊讲：“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伫龙园。”咱看见主要说，伊毋若假是咱甲讲安尼若定，伊实际来行出来，伊用迄个完全无私的听呐，去赦免、去接纳、去祝福。这三个我甲写分几个真是，其实这是无共款的程度的咧。你要饶赦一个人，要赦免一个人。我莫还没来往，但是我喙会使讲我赦免伊啊，真正有迄赦免可能豆豆愈来愈赦免伊，但是我至少我袂用啥物其他动作伫咧。第二，你若要接纳，哇，迄无共款。你赦免伊、饶赦伊，搁着去接纳伊，那呢搁着甲祝福。伊当初是害我的人，伊当初是迫害我的人，伊是对着我，互我遮尔凄惨的人，我竟然爱祝福伊。虽然说伊就是爱咱的。你感觉这无私的听，完全听是甚物？你可能讲袂出来，唱袂出来，但是你若甲这三项，你若当做到，其实这就是咱咧学习的主要所做咧模。你会当赦免，你会当饶赦，你会当接纳，你佫会当祝福。我会记得几啊年前，咱看见迄个受难记的电影的时阵，真正看咧受难记受到真大的这种震撼，迄种看见讲，咱是可能想象啊，主要说去用鞭拍安尼若定。但是看迄电影中间，甲迄鞭拍，迄种意力要甲迄个情形会当互伊较逼真出来时，迄搬出来迄个鞭子拍落去，迄鞭子带钩仔伫咧，落去的时，佮起来时，甲把是才扭起来，就这样看落去，毋敢佮看落去。佮伫迄个所在，顶是伫家了，情形才情形，有一个未是，有一个毋是基督徒的，伊看了即个受难记的时。伊甲我分享讲，
我即马终于知影，基督徒为什么会遐尼有疼心，会遐尼愿意去帮助别人？因为我看受难记中，你所相信的耶稣就是安尼，伊无犯着任何的罪，伊伫个所在互逼迫、互审判时，伊伫遐点点无讲什么，然后受着遐尼大无对等、无对等的即种苦楚伫个身，伊也无杀人，也无安怎，无抢伊，哪会伫遐受着迄种逼迫？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无反抗，无什么，佮甚至顶伫是伫个顶。你若受着耶稣情遐，甲伊受着这苦，完全就是无对等伫咧。但是耶稣拢总无安怎，因为伊的目的就是要来救世间的人。你相信的救主就是安尼，无怪恁做出来嘛是安尼，因为恁用主耶稣做恁的模范。所以，伊看了迄，伊终于明白讲，基督徒为什么有迄种较有疼心，较愿意头一摆熟悉，就愿意来甲你问好问安，然后常常敲电话甲你关心你有啥物需要无？但是咱想看，咱华人儒家互咱的即种思想是啥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若无较自私的，你家己死好啦，是即个意思。讲较歹听就是安尼，因为个人拢个人若定。咱看起社会嘛是安尼，你看迄交通无好，迄正讲是交通，咱的路歹个，毋是是因为你自私。你明明你都袂这车已经满，你越记的是无效，你敢会等遮等？因为我有权啊，所以我过啊，我顾我家己就好啊，插对方要安怎？你若有想到别人，你就袂安尼啊，拢是一种自私的表现。这个自私的表现是，从咱细汉就开始随着无正确这个思想伫咧。咱看起的是即种无正确的教育，互咱有即个无正确的生活经验在。但是主要所互咱的是完全是无共款的。伊爱咱去听世间人。有所书第2章第10节甲咱讲，咱是伫主内底受创造的，是为着要去行好事。主要所创造咱是要行好事，你变哪会当去行好事？咱无办法啦。咱好不容易就家己过好就好，为什么就去行好事？但是当你若有主耶稣会听伫你的心中，因为伊就是安尼行出来。就那参与迄个，甲我分享迄个，毋是基督徒，因为我看了受难之后，我终于知影基督徒为什么安尼。因为你所学习的对象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安尼听咱。耶稣面对这对着伊的人是安怎？伊毋是干那甲咱教示哪听，叫咱来听咱的对着，搁在为着因祈祷，毋是嘴讲哪听，伊嘛实际安尼行出来。悲哀下面因为因所做因不知。今仔日你要教我伫乐园，主耶稣用下面、用接纳、用祝福伫伊所面对的人。所以咱若学习伊的时，其实咱就爱安怎？咱可能就是爱学习伊的教导中间。甲咱讲，咱着爱用迄个听，无爱计较，无要抵挡的即种听。咱嘛愿意会当加倍即种保证，当然对咱无信任的时阵，咱会当互伊有一个保证，一个共款，互伊会当一个心安。咱的灵，咱虽然受到即种咱的自由意志无共款的时阵，咱来换咱的心境，换做我心甘情愿，佮加一寡服务互你。咱看伊是爱无共款的即种听甲服侍，主要所爱咱用迄种完全无私的听，会当去下变，会当去接纳，会当去祝福。咱过去的时，咱可能有2种情形，还是现在咱嘛有可能。头一情形，咱捌对着耶稣，咱捌对着教会，咱甚至对着基督徒。我相信即个时阵，伫咱中间大部分可能以前有，可能也无，因为你毋是第一代，你一开始就相对基督徒。但是过去有可能是安尼，嘛有可能咱是第2个情形，就是即马犹原有人咧对着咱，有人咧敌对你的时。不管伫倒一个情形中间，今仔日主要所互咱的教示，伫迄所在，咱嘛看见伊的实践的时，伊要甲咱讲，当咱面对咱若是捌对着基督，迄个基督还是咱的教会的时阵，主要所要甲你讲安那，伊要接纳你。来要祝福你，伊要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。假使有人咧甲你对着时阵呐，主要说爱咱讲去下面对着咱的人，因为伊安怎来下面伫咱。咱诚侪基督徒已经久
还是有人拄拄是基督徒时，我毋知你甲主的关系是伫什么程度、什么程度。咱要讲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中间，经过几啊阶段。头一个阶段我是慕道友，然后我开始认真来听主的道理，毋茫要讲做主的信徒。你就入来讲做信徒啊，因为你来受洗礼，讲做基督徒。然后你若是这信徒中间，你若是军队主会当军队久会当，讲做伊所有这所讲话语的实现者，过来传出的时，你就讲做门徒。军队里主先，主要说辛苦的人真多，有人是要看新者，有人是为着什么，但是拢毋知，但是真正对主咧行，称做使徒，只不过是12个那点。你也讲做信徒，讲做门徒。最后你会当讲做迄个使徒话，咱若讲啊，咱袂当称做使徒，咱咱讲做一个德性的门徒话。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毋茫会当讲做安尼人。是安尼讲，你毋知愿意会当接受主耶稣最真正的即个门徒话，是迄个德性的门徒话。咱家己会当小问看，咱家己现在咱的灵命到底是到伫倒一个程度伫咧？主耶稣伊毋是离开咱2000年前，甲咱即马无关系，有非常大的关系伫咧。今仔日伊照着伊的即个圣经中间的教示，甲咱讲，伊面对敌对伊的人、敌对伊的人，咧对抗伊、要陷害伊这个人时，伊安怎来面对伊？伊用听来面对伊。你袂当的时，你的心境改变，因为上帝真做咱的即个模范，咱来完全顺转参与上帝的顺转。伊用伊来实践，互咱看最高的 A， 但是咱若爱靠主、靠信心，咱就会当得到帮助。毋茫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也常常面对着无共款情形、无共款程度的这种对敌的时阵，咱倒转到伫主的面前，求主帮助咱。求主嘛，互咱有智慧，知影讲咱爱安怎去面对。而即礼拜咱中间咱有小组，咱有几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就是咧问讲。咱是毋是面对即种对敌用听就是安那，就是一直退步，一直退步，一直忍受，敢安尼个？安尼就是听对敌个。我相信主耶稣毋是即个意思伫咧。你若毋知时，你求主耶稣，互你有智慧。当我受到遮尔多即种困迫的时，遮尔多对敌的时，我爱安怎有智慧，佮有听来面对即个？毋茫咱伫小组中间会讨论，会当诚侪咱逐人帮助。咱伫现代的即种社会中、生活中间，碰到种种的情形，你拢会当靠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来帮助你。主一定会来帮助你，因为伊是你的救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同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差遣主耶稣，道成肉体到地面上来，为着阮的罪人，伊伫遐流伊的宝血洗阮的罪。伊搁伫即个地面上的生活中间。互阮知，阮要来学习伊来面对几啊种阮生命中间当着的情形。当今仔日阮伫遮来学习，要安怎来面对迄个对敌阮的人。主，你爱阮用听做出发点，你爱阮的心态来得到改变，因为你互阮上爱大的即个目标，就是阮的顺转参像天父顺转共款。但是阮知，阮非常的软弱，阮需要主你帮助阮，恳求主你。圣神像是开来伫阮的心上，阮面对这个问题时，我会当退一步来思考，主耶稣要安怎来教示阮？主耶稣要安怎将这个开来加添伫阮中间，互阮伫迄个所在面对？因为主耶稣你甲阮讲，你的恩典有够也原用。恳求主你诚做阮伫生命中间，阮的日常生活中间，会当来见证，会当诚做一个英神益人的人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阮也要搁一摆用主所教示阮的新的改变，三个立约讲：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